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做伙来看一个史书伊名叫做亚弗他。伊是一个大官人的英雄，但是却是一个悲剧的英雄。咱要对伊的生命中间的成功甲失败来学习一寡重要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只是安静伫你的面前，求你的圣心帮助阮，想使阮有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也想使阮有信心甲坚强的勇气，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有一句话叫做“乱世出英雄”。亚弗他就是一个上界好的例，伊伫迄个史书迄个时代，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因为时势需要，伊受呼召，成做一个领袖。当然，上帝有透过伊的领导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伊的生命中间有一寡无处理好的问题，互伊所做的判断、所做的代志，造成真侪互伊生命中间有遗憾的代志。今日咱就要透过伊的成功甲失败来学习一寡功课。首先，咱先来看亚弗他的背景。圣经中间咧介绍亚弗他的时阵，第一句话是在俄勒讲伊是安那，伊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伊是一个英勇的战士，表示伊是一个真好小战、真勇敢的人。伫乱世中间，这款的人得当成做英雄。甚至后来，咱看见着有人去拜托伊来领导一些人来对抗外邦这个阿门人的攻击，所以伊是一个英勇大能的勇士。这是第一句对伊的形容。但是第二句出来就小可闹开啊，讲伊是基路的囝，是基路的囝。伊是大能的勇士，是一个英雄。最后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但是圣经大人讲伊是基路的囝。当然，咱要做啥物人的囝咱是无法度选定嘛。但是圣经特别描述伊是基路的囝，互咱知影伊成长的一个背景。当然，咱今仔日袂当有歧视的眼光去看伊，但是咱会当想象伫伊迄个时代，伫迄个社会甲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种出身总是无啥好嘛。所以伊伫即款的出身下面会感觉真痛苦。咱知影以色列人是即个老爸系统的社会嘛。你要介绍一个以色列人伊通常会讲伊的名，以外佫会讲伊的老爸的名嘛。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候，咱常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咧讲约书亚，圣经安怎讲约书亚？伊是伦的囝约书亚嘛。比如讲，咱佫举一个大家较熟的耶稣的门徒雅各甲约翰。圣经咧写因的时拢是讲西比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对无？所以拢会将老爸的名先讲出来，然后讲这人的名。叫圣经讲伊是安那基路的囝亚弗他。所以对伊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真大的伤害啊！可能伊的老爸对外面甲基路生一个囝，生囝了高不离中。将伊带倒来厝内底养饲。伊毋是无老爸圣经中间讲亚弗他是基列所生，表示伊有一个老爸。这老爸生伊了，无法度这私生子，无名分的，但是老爸要负责任，将伊带倒来厝内底。所以圣经讲基列佫有某，佫生其他的，甲伊共爸佫母的这兄弟。咱来想看觅，这亚弗他伫即款的环境来成长伊细汉的时阵的确是去用歧视嘛，去用欺负嘛。一个老母是基路的囝，伫一个甲其他伊这共爸佫母的兄弟做伙成长，所以一定去用欺负大汉的嘛。这伊拢无法度选择嘛。长大了。亚弗他成人照理讲会当
先接伊老爸的产业对无？但是这干爸哥母兄弟来赶出去，讲恁袂当继承阮父亲的家业，因为你是基督生，你无名分呐。所以圣经讲安那，咱看圣经内底描述亚伯他听到安尼了安那，伊就逃离啦吼，逃走离开伊的兄弟。这款大能的勇士有真大的气力，叫做无法度，无名分，所以偏啊懵咧，逃离伊的家庭。所以咱会当安尼想象讲，亚伯他伊生命中间吼，有真侪迄个偏差的性格，吼，也是讲伊所做错误的判断，就是即个时阵被塑造的。伊应该有一个强烈的自卑感。啊，一个有强烈的自卑感的人，通常有两种情形。第一，伊会毁累，伊会放纵家己。虽然看见到伊逃离开伊的兄弟的家了，伊无通挖靠对无？啊，佮规巴肚是怨愤的时阵，伊就去逃避个即个所在，去组织一寡兄弟啦，吼。圣经中间讲，有一寡匪类，伊来组织起来。啊，咱会当想象，就是咧做啥物款的代志，做无本钱的生意嘛。伊即摆有手骨较大只啊，会当欺负别人啊。过去拢用欺负，即摆去欺负别人。啊，这是伊第一种，伊自卑感，所以伊会毁类嘛，伊会放纵家己。啊，第二项，即款人吼，伊心中的确有一种渴望，伊渴望安怎？若有机会，一定要成功，要成功，互人看。啊，所以吼，当以色列人受到亚捫人的搅扰，以色列长老找无人会当帮助时，发觉讲哦，这个人真够小贱，更真够小拍吼，所以伊就去请亚伯他做因的领袖。所以这亚伯他这个时阵抓到一个机会，伊对安那，伊对一个流氓吼，地痞流氓变做安那，人来拜托伊爱带领因去小贱，变做一个领袖。甚至后来被称作士师，所以咱会当了解来讲，伊即个时阵吼，伊心中一定较无要安怎，要得到成功吼，所以伊就接着来找伊的长老拍契约啊，伊就讲，如果上帝若互我战赢吼，恁就爱互我做恁的领袖。所以即个机会吼是真难得的机会，啊，为着要把握即个机会安怎，伊要出去烧钱进前安怎？伊下一个愿呐，下一个愿讲：如果若互我战赢，如果上帝你若互我战赢亚捫人，我凯旋转来的时阵吼，第一个对阮厝内底出来赢击我的人，我就将伊献互你，当作烧化者献上。所以咱看伊下即个愿吼，为什么下即个愿？就是伊较无要成功嘛。伊过去一世人拢叫人欺负，互人看无起。检查伊做流氓的时阵吼，别人虽然惊伊，嘛是看伊袂起啊。但是即马拄好有即个机会，拄好会当翻转伊的生命的时阵，伊无5万个要互看轻。所以即细汉时阵的伤害一直无法度受医治甲复原，直到伊尾下即个愿吼，即个愿带互伊生命上界大一个悲剧。咱只小停一下。现在姊妹，咱做伙来想一件代志。咱的人生当然有足侪过程哈，有真侪快乐的代志，但总是咱的人生中间可能有一寡伤心的代志，咱可能会拄到一寡伤害啊。不管这伤害是来自哪落，咱拢需要对上帝遐来不断的医治啊。咱爱用勇敢的心去面对，承认。咱生命中间有一寡无完全的代志，这伤害已经造成，但是咱爱恳求上帝来医治咱，唔通互这伤害一直带伫咱的生命中间，直到咱做错误的判决，还是讲咱人生活了真无快乐。请大家爱记这点吼，咱唔通亲像亚伯他小讲，到尾陷入一个悲剧的人生。所以请咱来知影。检查咱伫即世间，有人会来咱拒绝，但是咱是被上帝完全接纳的。检查有人来咱气杀，
但是咱是受上帝拣选的，检测有人来咱轻视，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眼中的宝贝。检测咱会拄到困难挫折，但是无论安怎，所有人拢离开你，咱还阁有上帝。上帝要亲自来安慰咱、医治咱、帮助咱，互咱这空喙会当得到医治啊！这是咱第一项咱该思考的。第二项咱要了解的是讲，亚弗他的背景吼，除了达咱讲，伊是因为内在一寡也未被医治的空喙以外吼造成的，也互咱看出，伊是对上帝错误的看法。造成伊人生的悲剧，对上帝认捌无清楚啦，因为咱拄则有讲过，亚弗他过去是一个受人看轻而且浪子，伊的名声真歹，但是即摆伊把握一个机会，伊要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成做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所以伊想要有一寡积极的作为，但是伊因为渴望要成功啊，过头渴望要成功，直到伊将一寡无正确对上帝的看法，来带入去即边拯救以色列人的行动中间。所以伫决战的关头中间，伊对上帝下一个愿。一般来讲吼，咱若想要得到真渴无要得到一寡物件的代志，还讲真渴无要一寡代志成就的时阵吼，咱会对上帝下愿嘛。旧约圣经中间关系下愿有一寡规定吼。记载伫民数记中间，民数记30章的第2节安尼讲：如果有人上帝下愿，或者是咒诅要修改，拢袂当失信，一定要照伊所讲的去做。所以这就是咱讲吼，要下愿还是讲要咒詛吼，这是一件真严肃的代志，袂当轻轻彩彩。因为你若一旦下愿了，你无法度照这个。咱甲上帝约束的代志去实行吼，这比无下愿搁惨。当然，圣经中间有一寡例是下愿了大受祝福的，譬如讲咱上界清楚的例，就是撒母耳的老母汉娜，对吧？汉娜伊袂当生育啊，所以这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艰苦的代志。所以伊就靠赖上帝达上帝祈祷，而且下愿讲，你若互我生囝吼。我这个生出来的囝要归互耶和华做利属人，就是迄个拿西尔人后来真正上帝大祝福哈娜伊头生的囝撒母耳是圣经中间一个改变历史的属灵的伟大人物，甚至后来伊将撒母耳献给上帝了，伊阁生3个囝，2个查某囝，所以这是上下愿了受到上帝大祝福的例嘛但是。亚弗他所下的愿吼，就比较较不幸因为咱拄则有讲过，伊下愿是安怎？伊讲上帝，你若互我镇压亚捫人，我凯旋倒来的时阵吼，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我的确将伊当作烧化者献给上帝。其实咱来看这是一个奇怪的愿呐因为亚弗他可能知影讲会当下愿对上帝下愿，但是伊可能无完全去明白上帝的原则因为圣经中间其实上有几啊位的所在上帝拢明明甲人讲，袂当将人当作火者献给上帝，因为这是当时阵外邦人的行为嘛。当然亚弗他迄个时代可能无真完整的圣经，但是总是有一寡上帝的律法，应该是一些人应该爱了解这。比如讲，咱来看《申命记》12章的31节，安尼讲你袂当用因的仪式，这是外邦人的仪式啦迦南地区遐个人、遐个原住民的一寡仪式如果袂当用因的仪式来敬拜上主，恁的上帝，因为因伫崇拜中间做上帝所厌恶的代志，甚至将家己的儿女当作圣祭伫祭坛顶面烧，献给因的生命。所以上帝是无爱即款的代志。甚至咱看阿伯拉还要献以撒的时阵，上帝阻止这件代志，这是表示讲上帝无爱这款的代志。亚弗他因为对上帝明白无清楚，所以伊将错误将一寡世俗的信仰，
甲圣经的教示来混合做伙，啊，造成这款的悲剧，这就对上帝认捌无清楚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咱提醒一点是讲，咱对上帝的原则吼，爱真清楚。咱今仔比亚会他的时代搁较好，因为咱今仔已经有完整的圣经，互咱会当去遵照圣经上帝的话去做。当然，伫遮咱先来看一个主题哈，到底基督徒到底敢有咱下愿，还是讲咒诅？啊，有的人讲袂使，因为耶稣讲，只是我甲恁讲，啥物啊？一概不啊，一概无得咒诅。哈，这是耶稣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34节讲的。啊，但是有人讲，哎，牧师啊，啊，你咧主持婚礼的时候，你拢帮迄个新郎新娘，吼洗浴，啊，甚至长老、执事，也是讲教会的团契的首长，要就任的时阵，伊嘛有洗浴对无？安尼敢会当洗浴？甚至咱伫圣经中间看到真侪洗浴下愿的例啊，连保罗遮尔敬虔的人，伊嘛下愿，吼行愿。啊，咱若去看《使徒行传》18章，咱就知吼。安尼到底敢会使？我先来恁讲结论好啊，吼，啊无恁就想者吼。讲会使，吼，但是爱非常慎重，吼，而且有一寡重要的原则，咱来理解。所以这咱来清楚吼。当然我先来解说讲，耶稣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中间所讲的，袂当咒詛，一概无伫咒詛。伊其实伊的重点是讲，所有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吼，所讲的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啊。咱无需要去用咒詛来支持咱的言语，伊是讲咱无需要，因为咱是耶稣基督学生，咱所讲的是就是，毋是就讲毋是，无需要讲为着要证明咱的话，去用咒詛来证明。啊，所以真正的意思是安那？咱讲每一句话拢爱用真严肃的态度去讲，无需要用咒詛来支持，无需要毋是代表毋免啦，毋是代表袂使啦，我即个时阵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即个咱伫咱的传统信仰中间有一个叫做为书民事德的信条中间有一章是咧讲即个合法的宣誓甲下愿的条文，提供互大家来参考这段伊是安尼说明伊讲咒詛是真严肃的、真重大的代志，袂当轻轻踩踩有人卡袂着就要咒詛这是无好毋对的代志，因为伊是非常慎重甚至咱讲婚姻的誓约。也是讲长老执事要就任的誓约，这是真严肃的，爱伫公众、上帝较正人的面前来誓约，这是真严肃的代志。第二项，只会当用上帝的名来咒詛，袂当用任何受造物来咒詛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当时阵耶稣时代的人，有人毋敢袂当蓝衫称上帝的名嘛，所以就指着天。咒詛，指着地咒詛，圣经中间讲袂使，咱就是真严肃，用上帝的名来咒詛，第三，咒詛必须要非常诚实，袂当虚假还是隐瞒，就是讲你爱诚实对心中所讲。所以牧师咧问誓约的时候嘛，是讲你爱诚实，表达你心中真正的意思。第四项，咒詛了必须要遵行，这就是圣经中间所记载你甲上帝约束的代志，咱就爱照安尼去行。有一寡袂当就的做就是这4项圣经禁止的代志，亲像耶和他，这上帝明明禁止，你就袂当用这来做你下愿的条件嘛。第二，就是会妨害人应该尽的本分，就是讲你人应该爱尽的本分，你袂当透过咒诅来闪避。第三，家己能力做袂到的，人讲乞食下大愿对无？做袂到的，你下一个大愿，这袂使，就是要根本就要欺骗上帝嘛。所以第四，上帝无应允人有能力会当去做的，
所以为书面书条的信条中间提供咱遮的原则，互咱咧做誓约的时阵做参考。所以基督徒誓约是一件真严肃的代志，咱来理解。但是咱搁倒来拄则所讲的，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生活的背景，咱生活伫一个真多元的文化的环境中间，有时阵咱生活的背景会影响到咱的信仰。但是较重要的是，要安怎互咱的信仰有根有基，就是爱真正伫上帝的话顶面来好好来下功夫来研究。也许他的秘籍咱提醒，但是咱对上帝的心意了解了无够，咱对上帝的话语了解了无够，会造成咱真大的损失，互咱做错误的判断，做错误的决定。所以就是也许他第二项要提醒咱。最后一项，咱来看到，当也许他做一款错误的决定了，伊竟然啦。对头到尾，阁执迷不悟啦。当要有他看到出来兄姊伊的是，家己上个心爱，而且是唯一的查某囝，哇！伊真惨啊！原本就是一个真欢喜的场合着，胜利凯旋转来，伊看到第一个出来兄姊伊的是伊的查某囝，哇！想讲真惨啊！伊着悲伤拆离伊的衫。表示伊心中非常的艰苦，伊对伊的查某囝讲：我的查某囝，你互我的心非常艰苦。为什么竟然是你？你是我唯一的查某囝，是我上爱听的查某囝。但是我已经心中对上帝下愿，我袂当收回啊！现在兄弟姊妹，伊上介大的错误就是做错误的决定、错误的下愿了，伊个真正戆照安尼去做。伊即个时阵爱安怎？爱彻底去觉悟，知影家己头前所下愿的行为是毋对的，是得罪上帝。伊应该爱马上悔改，求上帝原谅伊啊。结果伊安怎？伊竟然固执去执行了伊所下愿，造成伊一世人的遗憾。咱看起着圣经中间其实咱看到别个例啦，但是迄个例是结果是好的。做错误的下愿，结果后来无去遵守的，譬如讲，咱举一个例啦，就是扫罗的例，咱人看撒母耳上悬的14章，咱会发现讲扫罗一届有那糊里糊涂下一个愿就是因甲非利士人咧相战的时阵伊嘛下一个愿，伊讲若无听候到战争胜利进前，任何人拢袂当食物件。你叫一个去征战的，征战就需要体力，这兵啊拢需要体力，竟然讲还未战赢进前袂当食物件，这毋就是误人所下愿？结果安怎？伊的囝约拿单无听到伊老爸讲即款的话，所以伫咧征战的时阵，巴肚真枵去食一寡蜂蜜。后来伊去互扫罗查出来，扫罗竟然讲我即摆已经下愿，大家拢知影。所以要把伊的囝约拿单处死。迄个即个百姓迄个百姓佫比我看迄圣经中间迄做王的拢戆啊。百姓拢比较聪明百姓起来口劝讲，百姓对扫罗讲，约拿单掠为着以色列人得到伟大的胜利，兼讲你这个时阵要来处死吗？讲阮记得永远我的上帝救抓。一支头毛嘛袂当互伊伤害，伊今仔日所做是靠上帝的帮助，所以安尼百姓就救约拿单扫罗就无照伊下愿去执行，约拿单嘛保存伊的性命。所以若做毋对的判断，做毋对的决定，咱就毋通执迷不悟，佫固执要起来执行。咱看见着耶和华的遗憾，原本都是咱避免的。伊若对上帝的话佫较了解一点伊就知影。照圣经的规定，你若看利未记的27章，讲到所下愿会当用金钱起来买赎，所以就照这个上帝的法度去做就使结果伊无，伊犹原是将伊的查某囝
当做烧化者，献给上帝。当然，伫遮圣经学者对伊查某囝的结局有两种推论啦。第一种就是伊真正被抬献给神，献给上帝，这是第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讲，伊规世人拢去服侍上帝，伫上帝的帐篷内底服侍上帝，伊无过错。咱今日看咱现代人看这两个有真无共款的结果对无？一个是被抬嘛，一个是保存下来去侍奉上帝。但是咱今日看有真大无共款，但是对当时阵对旧约时代的人来看，这差别无大啦。因为一个家庭上介大的悲哀，就是无互下去继承因家庭的产业。所以，这两项的结果是拢对因来讲是相共的。而且咱若看士师记亚弗他实在是真凄惨啊！伊进前的士师比如讲爱女，圣经讲伊有30个囝，骑30匹驴仔，有30座城。然后伫亚弗他后壁，比如以比赞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伊有30个囝。30个查某囝，押顿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有40个囝，30个孙。亚弗他都业点伫这士师的中间，唯一的查某囝，因为伊错误的判断、错误的下愿，互伊无好事来承接伊的产业。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来看亚弗他的故事咱看到一个受伤害。但是无去求上帝医治，对上帝的心意、对上帝的听，认捌无清楚，然后对头到尾拢执迷不悟的一个影响，是悲剧的影响。毋知大家有啥物款的看法？无数期待咱会当用谦卑的心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敢知咱有拄着啥物款的伤害？咱这个时刻求上帝。找见圣神来医治咱破碎的心，特别咱来求上帝，互咱透过圣经，更较侪明白上帝的心意。求上帝，互咱伫每一时每一刻，拢会当警醒，省察咱家己的性命，互咱会当行伫时时刻刻行伫上帝为咱准备的正确的道路顶面。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所记录落来的每一个圣经人物，伊的成功甲失败，拢会当互阮生命得到帮助。主啊，阮恳求你，互阮透过亚弗他的生命来反省，阮敢有伫生命中间有遗留下遮的伤害，犹原困扰着阮的生命。求主，你差遣圣神亲自除去遮个，互阮会当放心将阮的性命交伫你的手中，互阮对你的心意更较侪的了解，也互阮透过你的话，就是圣经的话语，更较清楚你的原则、你的作为，也互阮会当一世人警醒家己，行踮伫你为阮备办的正路顶面。求主帮助阮。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